喺我哋嘅身體入面，有無數嘅奧秘等緊我哋去發掘。你知唔知，有種你可能從未聽過嘅微量金屬，佢嘅存在，對我哋嘅生命運作，竟然係不可或缺。佢默默工作，影響住我哋嘅每日健康。但點解佢咁重要，又點解咁少人認識佢呢？呢個秘密武器，就係鉬。佢雖然微小，但係我哋身體裏面一個超級重要嘅酵素亞硫酸鹽氧化酶嘅核心成員。呢個酵素負責將有害嘅亞硫酸鹽轉化成無害物質，保護我哋細胞免受損害。冇咗鉬，呢個關鍵轉化就無法進行，身體機能就會受到影響。缺乏鉬可能導致身體積聚過多亞硫酸鹽，引起各種健康問題。幸好，我哋可以透過日常飲食攝取足夠嘅鉬，例如豆類穀物堅果同深綠色蔬菜都係良好來源。所以，下次選擇食物嘅時候，記得考慮埋呢位默默無聞嘅身體守護者啦。